響森林入邊有一間好細嘅餐廳，招牌上面寫住賭二郎。當你以為慈家灣世界全部都係又細又得意嘅生物嗰陣，突然出現一個幾乎完全冇着衫、有鬍鬚、又大隻，仲成日打咗個 pat pat 嘅大叔。佢請已經行到好攰嘅慈家灣食咖喱同埋飲蜆湯。佢自己會潛落水捉蜆，佢亦都有能力同菜蓮喺水入邊糾纏，而且佢仲有養一隻雀添。今集我哋唔講可愛，亦唔講搞笑，我哋慢慢拆解賭二郎究竟佢係邊個。慈家灣啱啱同所有同伴失散咗之後，佢一個人喺個島上邊又凍又餓又絕望，行到死下，終於俾佢喺森林入邊發現咗一間鋪頭。當佢一打開門入去，賭二郎嘅第一句對白就係：今日已經收咗鋪啦。之後慈家灣已經筋疲力盡，暈低咗。而外表粗豪到非常之誇張嘅賭二郎，佢用行動話俾人聽，佢好細心，佢照顧慈家灣，俾佢休息。當慈家灣瞓醒之後，亦都請佢食咖喱同埋飲蜆湯，等慈家灣可以恢復體力。而當慈家灣食咖喱覺得好辣嗰陣，賭二郎仲即刻斟杯水俾佢添。當佢知道慈家灣嘅同伴俾菜蓮捉咗，佢更加主動去帶路救人添。而當菜蓮從後追上嗰陣，佢亦都叫其他人盡快離開嗰度，等佢一個人擋住先。響人魚島的秘密入邊，啲島民依賴菜蓮嘅歌，依賴豐收，依賴外來嘅力量。唯獨賭二郎，佢會自己潛水，自己捉蜆，自己煮嘢食，自己生存。所以有人認為佢先至係真正屬於居住喺嗰度嘅島民。有人會問佢其實會唔會係奇美拉？答案好直接，肯定唔係。響慈家灣世界入邊嘅奇美拉，通常都係因為突變或者係受到威脅壓力，佢哋嘅存在係被討伐。而且賭二郎係講流利嘅人話，而喺電影入邊亦都有用到詩呢個一人稱呼，叫開餐廳會關心人，所以佢唔係怪物，而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假如要我形容嘅話，就好似同盔甲佬佢哋一樣，屬於另一個層次。而最有趣嘅其實係佢個名，呢一點我相信大家都知。賭二郎，二郎係日本傳統命名入邊就係第二個仔嘅意思。而呢個名非常之普通，普通到有啲過時，好有大叔感。但係如果你將佢放入神話框架入邊睇，就會睇到第二啲嘢。響希臘神話入邊，泰坦12神嘅領袖克羅洛斯，而克羅洛斯一共有3個仔，佢嘅大仔哈蒂斯係管冥界，第二仔波塞冬係管海，最細個仔宙斯佢係管個天。而賭二郎佢會潛水，會控制水流，隱居響海島上面，而佢嘅力量遠超常人。所以二郎呢2個字會唔會係慈家灣嘅作者嘅一個暗示？但係呢一位作者最中意就係將日常嘅生活嘅表面去包裝更加深奧嘅嘢，所以一個咁普通嘅名二郎，反而令到大家覺得呢個角色更加真實，同時又留低好多想象嘅空間。但係如果當我哋跳出希臘神話，改用日本本土佢哋自己嘅海神信仰嘅話，首先日本並唔係單一嘅海神，而最古老掌管大海嘅就係綿津見神。而後來佢同龍神融合咗，變成住響龍宮可以操控潮汐同埋風雨嘅神。而另一個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就係惠比壽漁業神、幸運神，象徵海帶嚟嘅豐收。而佢嘅形象好親民，成日喺度笑，抱住條鯛魚，令到人覺得佢會為你帶嚟福氣。而賭二郎同時擁有兩邊嘅特質，
佢有神同級數嘅水中力量，又有惠比壽嗰種請人食飯、守護生計嘅溫柔。佢自己會去捉蜆、煮蜆湯，就係將大海嘅恩惠自己直接接收。佢唔需要好似其他島民咁樣依靠賽蓮嘅超能力，而係靠自己雙手。而響呢啲意思上面，響電影入邊嘅島二郎唔單止係一個幫手，佢係代表咗一種生存方式。佢自立、自給、自足，同自然共生，而唔係依賴。仲有一個好容易俾人忽略嘅角色，就係嗰隻雀。官方叫佢做唔知點解咁中意親近人嘅雀。故事一開始就係呢一隻雀將島民整理好嘅傳單派發出去，令到其後次卡佢哋一班人去咗嗰個島。而到咗結局之後，先至揭曉呢一隻雀其實係島二郎嘅寵物。咁但係點解呢隻雀會幫啲島民去派傳單嘅呢？呢一點官方冇直接解釋過，但係我哋可以有兩個方向去解讀。第一個就係本身嗰隻雀非常之自由，島二郎對佢好寬鬆，所以隻雀見到有事就會幫人，冇理任何嘅嘢。而第二個方向就係島二郎一早就知道個島上邊發生咗咩事，而佢冇去阻止自己隻雀去派傳單，甚至乎可能佢係默許咗隻雀咁樣做，因為喺結果論入邊，最後亦都證明咗外來者的確令到件事改變。如果島二郎真係神嘅話，咁呢隻雀就會係一個使者，而甚至乎有人聯想到，如果島二郎係波塞冬嘅話，咁呢隻雀就係特禮頓，亦即係海神嘅傳信使者。不過無論如何，呢隻雀至少令我哋知道，喺呢部戲入邊，呢一個大叔並唔係完全孤獨。而講咗咁耐，最終問題仍然係島二郎係咪島上邊嘅神？如果要我解釋，我只能夠咁樣講：假如神嘅定義係高高在上、遙不可及、要人跪拜，咁佢絕對唔係。但係如果神係一種力量、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守護嘅存在，佢好接近。而島二郎唔係住喺神殿，而係住喺森林入邊嘅一間餐廳。佢唔受人供奉，仲要煮埋嘢食俾人添。而且佢冇用佢強大嘅力量去壓迫任何人。但係當一有需要嘅時候，佢就會用呢一種嘅力量去出手幫人。最重要嘅係，佢示範咗一種唔依賴外來奇蹟嘅生存方式。喺一個成日有奇美拉、有討伐、有突然消失嘅切卡華世界入邊，島二郎靠自己雙手過生活嘅呢種姿態，其實好珍貴。而佢可能唔係神，但係佢令到神呢個字多咗另一個可能性。而島二郎呢個角色，表面係搞笑、粗豪、露出嘅 pat pat 嘅大叔，但係內裏就係關於獨立、關於給予，同埋點樣同一片大地真正嘅共生。多謝大家收睇。假如你中意今集節目嘅話，麻煩你俾個 like， 亦都希望你哋幫手分享我嘅節目出去，更加希望你哋 follow 我嘅 channel。 假如你有咩意見或者想聽嘅話，大家可以喺我留言嗰度寫低。再一次多謝你收睇深夜紅茶 Chikawa Special 第4集。我諗要睇第3次先至可能會有第5集。多謝收睇。